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你有永远会听。求你除掉我的过犯，因为你有无穷尽的仁慈。求你洗清我的罪恶，洗除我的罪孽。我知我的过犯，我家己感觉常常伫罪恶的中间。求你除掉我的罪，互我清去。求你洗清我，互我比雪较白。祝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甲来圣殿伫遮敬拜上帝。咱即条，请咱来吟圣诗73首，当咱感谢上帝。吟诗对心底，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真济，咱请咱即条同心压头来祈祷。现在，现在，现在，创造宇宙万物，将你时间甲一切所有，至圣至真，独一真神上帝，愿所敬拜圣父、圣子、圣神上帝。阮感谢你保守阮平安经过一礼拜来寒冷的天气。礼拜日的早起时，你正受阮的儿女，佮一摆用欢喜虔诚的心来到圣会，要来同心敬拜你。亲像伫天顶的敬拜一样，愿要为你伫你受阮宝座前，甲圣神、天使、天君、历代信徒、亲人，甲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同心来敬拜。恳求你圣神光照阮，怜悯赦免阮的罪过甲需要，
想使阮有换心正直的灵来敬拜你，大声欢喜唱歌来尊崇感谢你，唱出你至大荣光甲疼痛。互阮也领受你话命的话语，甲接着蔡牧师所要互阮的启示，帮助阮今仔日甲主你同齐道的时，会通纪念主耶稣，为着阮放杀性命，诚侪赎罪羊羔流血来受死，设立新约，互万民因为信来称义得到救，也互阮奉献诚侪主的器具，为着主来活，来分享主的疼，甲传扬福音。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是阮活命甲福气的源头，阮的快乐、诗歌、避难所甲及时的帮衬。你设立相连教会，为着互人得到救赎、稳定的福音，体验上帝的疼痛。阮伫遮得到几若百个兄弟、几若百个姊妹，阮借着敬拜、祈祷、读圣经、奉献，来建立甲上帝你正直亲密的关系。借着三认捌、三尊重、三赦免、三关怀、三服侍，来建立和谐、四正、安慰、鼓励三夫妻的关系。主啊，求你互阮正人信仰的活命日日进步，同心去做教会，满满有主耶稣基督的快乐甲信仰。三听，亲像主听阮一样，光传福音来救人的性命。阮有兄弟姊妹最近丧失因的亲人，心内非常痛苦，袂堪得。主啊，恳求你安慰夫妻因，互阮众人会通相致意来关心。展望新的一年，虽然面对侪变动甲挑战，阮犹原要牵条伫主。求你互阮的教会众人同齐脚步伫主任牧师团、中级甲各部门同工的带领甲协助下面，迈向牧养宣教、服务社会的目标来进前，帮助阮诚侪种伫溪边的水，祈求无声，照是结果子。每日读经、祈祷、吟诗，每日善思享受你的律法甲话语，互阮伫生活中为主来活，顺服主的旨意，诚侪主的手，诚侪主的骹，分享主的疼。关怀志未世的人，亲像阮款待主一样。阮的祈祷实在无够野，阮众人要同心出声，用主耶稣所教示的祈祷，三甲内天父祈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对呢，亲像伫天呢。愿你一时进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有赦免过犯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叫我脱离迄个歹，因国、权能、荣耀都是主所。好。即条咱要用启应文来三甲启应。启应文伫诗篇的后边，圣诗后边第18页，启应文第12篇，启应文第12篇，伫圣诗后边18页的所在，是启应12篇，诗篇46篇。我来启，请咱大家来用。上帝是阮躲闪的所在甲快乐，所以
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好，也应。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耳邦哗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以后到前线，到伫地极，站长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阿门。即条咱搁继续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178首，阮爱上帝圣殿，基督的厝。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178首。请咱继续徛地，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主玛利亚出世，伊不着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第三日对死人了复活，上天他这全能的上帝大名，列了来生活还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同，
即条咱要请圣乐队因带咱来吟诗学了上帝，因所要唱的是请来赴圣餐宴舍。即条咱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列王记上卷19章第1节到18节的所在。圣经记载伫列王记上卷19章中文译本第429页，429页所在。请咱同齐来看，这是记载以利亚甲的故事。北国以色列亚哈王将以利亚所做的每一项代志，甲伊怎样处死所有巴力先知的代志，拢甲伊的某亚瑟别讲。亚瑟别就找使者去见以利亚，讲：明仔日即时阵，若是我无照你对付我的遐个先知的办法对付你，愿遐个神明杀死我。以利亚惊吓，就起身逃命，带着伊的仆人逃到南国犹大的别是巴去。以利亚将伊的奴仆放伫遐，家己行了一天的路来到旷野。伊坐伫一丛罗桑树的荫下来求死。伊祈祷讲：主啊，到这煞了，将我的性命取去吧，我要是死较好。伊倒伫树骹困去了，
忽然有一个天使来搭伊，对伊讲：“精神啊，来食物件。”伊目睭拍开，四面看，就看见伫头壳边有一块用火炭逼好的饼，甲一盘水。伊食了，啉伊，阁倒落去。上帝天使第二摆转来，搭伊讲：“起来，来食物件。啊无路途遐尼远，恐惊你支持袂牢。”伊利亚起来，食伊啉伊，食面，互伊到夜开力。伊行了40日40暝，到了上帝山，就是何烈圣山。伊伫遐一个山洞过暝。忽然，上帝对伊讲话：“伊利亚，你伫遮做甚物？”伊利亚回答讲：“主啊，万军的元帅上帝啊！我一直专心听你，为着你来大热心。但是以色列人击杀了你甲因立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佮杀了你所有的先知。即马剩我一个人，因要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上帝对伊讲：“出来，徛伫山顶，徛伫我的面前。”就安尼，上帝对遐经过，有真透，佮大的风拍着遐个石头，拢逼你伫上帝面前。但是上帝无伫风的中间，风了后有地动，但是上帝也无伫地动的中间。地动了有火，但是上帝也无伫火的中间。火了后，伊利亚听到细搁轻的声，伊利亚听见了，就用外衫搭头搭面出去，徛伫洞口。有一个声对伊讲：“伊利亚，你伫遮创甚物？”伊回答讲：“主啊，万军的元帅上帝啊，我一直专心听你，为你来大热心。但是以色列人击杀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佮杀了你所有的先知。即马只剩我一个人，因也孝顺我的性命，要处伊。”上帝讲：“你对原路转去，到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去，然后入城去用由我哈瑟做阿兰叙利亚王，用由我灵士的囝耶户做以色列王，佮用由我阿伯米荷拉人撒法的囝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逃脱合适的倒下，耶户要杀伊；逃脱耶户的倒下，以利沙要杀伊。但是我伫以色列人中间留7000人，这些人拢尽忠伫我，因的骹头毋捌拜巴力，因的喙毋捌浸伊的偶像。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常常听伊的话来去行的人。即条咱要领受上帝互咱的启示，咱敬听的主任牧师、蔡牧师今日所讲的信息是听伫生命价条时第2讲，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接续顶礼拜的经文甲信息，继续来看这个爱在生命低潮时这个题目。顶礼拜咱有看见到先知以利亚，伊虽然镇压850位外邦的先知，是伊生命的高峰的时阵，但是伊受到亚瑟别的这王后的恐吓，因为惊吓，因为伫这旷野，互伊的身体亚身，因为怀疑埋怨来离开上帝。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上帝安怎一步一步引带伊行过生命的困境，来到上帝恩典中间，
免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每一遍透过你的话激励阮的时，阮的心就欢喜。你每一遍透过你的话来调整阮的生命的时，主阮愿意降服。阮恳求主你透过今日的经文，搁一遍来调整、来更新阮的生命。阮愿意静静听候，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顶回讲到以利亚因为惊吓，因为身体亚身，因为怀疑埋怨来离开上帝。但是咱发现到，虽然伊的心离开上帝，但是伫困境中间，上帝拢无离开伊。检采是伫上界困难的中间，上帝也是无离开伊。咱看到伫以利亚。伊人生上界暗淡的时刻，上帝依然派天使来供应伊的一切。虽然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当伊伫旷野，安尼行过一天了，伊的肉体亚神，伊倒伫这老天树的下面困去。这时阵，上帝就差遣一个天使来答伊，对伊讲起来吧，食寡物件。伊起来了，看到伊四周围有一块用火炭烘好的饼，甲一罐水，伊就食啉了，搁困去。第二遍，上帝天使伊原来答伊讲：起来吧，食寡物件，若无路途遐尼远，恐惊你会支持袂牢。所以，当伊食了啉了，遐食物供应伊有够遐的气力。伊就行40米日到上帝圣山来甲上帝见面。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可能伫生活中间，咱有一寡体验。有时阵咱祈祷，可能上帝无马上应允咱；有时阵咱期待上帝帮助咱，但是咱可能感觉上帝一直无伸出伊的手来引带咱，咱会感觉上帝离开咱。稳重伫咱找袂到的所在，咱甚至会感觉孤单，感觉上帝无搁再保守来看顾咱。咱可能会问讲，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为什么上帝无出声？为什么上帝离开咱？或者是为什么上帝伫远远的所在袖手旁观，完全无去看见咱的伤心、咱的痛苦，对咱的目屎，介成拢无看见。其实拄着即款的情形，往往是因为咱的心思混乱，直到咱无法度发觉上帝一直伫咱的身躯边。亲像以利亚同款，伊受到恐吓，心内拄着困难就挫折，就袂记得有上帝通好互伊瓦靠。但是虽然是即款的情形下面，上帝依然守护伊。咱心中爱有一个意念。特别是咱拄着人生的困境中间，咱的确爱有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上帝袂离开咱，上帝也袂稳重，伊依然是伫伫咱身躯边看顾咱的上帝。伊的确明白咱的困难、咱的伤心、咱的痛苦，以及纪念咱所流的目屎。咱的上帝就是即款的上帝，伫咱上界需要的时阵，伊是陪伴着咱。而且要亲自帮助咱。咱最近咧读的每日亮光的经文是读到出埃及记。咱对出埃及记中间的会通看出第一章，伊就讲新起来的埃及法老，埃及的新王袂记得约瑟过去所做的贡献。虽然国王袂记得约瑟做过去所做的贡献。但是上帝无袂记得，伊甲以色列百姓的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困苦中间，上帝依然咧看顾，伊当听起咱所啼哭的哀声，伊看见咱的痛苦，而且要帮助咱。咱毋通互咱的心思意念混乱的影响，
直到咱无法度感受到上帝甲咱相合之地。咱看见着先知，伊去到何烈山顶，伊找到一个山洞，然后将家己稳藏伫内底。但是这个时阵真特别的，就是上帝爱伊行出这个山洞，面对上帝。上帝对伊讲：“出来，徛踮伫山顶，徛踮伫我的面前。”咱看见着先知进入一个山洞中间，然后住伫这个黑暗的山洞中间。因为什么要住伫这个墓坑中间？因为伊掠做这是一个会通互伊闪避的所在。伊掠做伊进入一个安全，无人找到，这追杀伊的人永远拢找袂到的所在。伊用这个山洞做伊的避风港，伊会当暂时逃避现实。事实上，咱人拢是安尼啦。咱拄着困难挫折的时阵，面对困境的时阵，咱往往拢有一种方式、习惯的方式来闪避这个困难。意思是讲，咱每一项拢有一个山洞啦。亲像我细汉的时阵吼，我若拄着不如意的代志，还是叫时大斗我骂吼，我拢会一个动作，我就是走去吼批来砍的，然后伫内底哭。我发觉讲这会遗传的，因为我的囝吼目前嘛会安尼呢。有一边叫我骂搞怪叫我骂，结果伊拢走去被内底砍咧吼，然后门甲关起来吼，我来拢问讲，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吼！你哭若无路用吼，伊讲互我冷静一下，我砍咧。过偌久吼走出来，吼，我讲你即摆冷静了，伊讲毋是因为被内底伤热，袂当冷静反倒更艰苦。所以咱知影，亲爱兄弟姊妹，咱拢有一个山洞。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拢想要秘伫即个山洞中间来逃避现实。你的山洞伫倒落？你的山洞伫倒落？有一寡人用无健康的方式咧闪避困难，有的人用酒精麻痹家己。伊的山洞就是酒精。有的人用敲碎刺激，暂时认为刺激会当暂时放松家己，其实无法度解决问题。有真侪少年人，伊就进入迄个所谓虚拟的世界，伊就秘伫遐，伊感觉讲我脱离现实，会当得到暂时的放松，实际上无法度解决问题。上帝对秘伫即个山洞内底，以利亚讲：出来，徛踮伫我的面前。咱拢需要面对上帝，拢需要面对家己，面对困境。拄着困难，毋是离开群众，毋是闭伫山洞内底就当复原，是需要出来面对上帝，面对家己，面对困难。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亲爱的姊妹，可能你甲我，即马拄啊伫心灵的山洞中间，可能咱拄着困境，暂时想要眯起来，但是无需深信，咱每一个人，咱心灵深的所在，会较无毋是安尼。咱期待脱离困境，所以咱来接受上帝呼召，行出咱的山洞，行往主爱的上帝。上帝要用伊的主爱的双手，引带咱头前的路站。咱看去到第三项，经文继续看，讲这段经文安尼讲，讲上帝经过，当以利亚徛伫山顶的时阵，上帝经过，突然间有大风，互山崩地裂。但是圣经讲，上帝无伫即个大风的中间，然后风停，佫有地动。圣经中间讲，上帝无伫地动中间，地动了佫有火，但是上帝也无伫即个火中间。然后这个三项拢经过了，以利亚突然间听到真温柔、真轻的声音，讲上帝伫即个
温柔真轻的声音的中间。为什么会安尼？伫遮有两项宝贵的信息。第一项，咱发觉陪伴伫上帝身躯边，陪伴伫以利亚身躯边的上帝，是一个静静掌权的上帝。伊是一个温柔和善、静静掌权的上帝。对耶罗波来讲，上帝毋是毁灭性的上帝，是温柔和善的上帝。咱知影，即个时阵吼，以利亚是逃走伫上帝的呼召中间，是逃走伫上帝交代伊的责任中间，伊是闪避上帝的人。照理讲，即款的人上惊啥？上惊上帝的审判，对无？但圣经同咱讲，有风大风，有地动，有火，上帝无伫即个中间，上帝无伫即个中间，上帝无伫即个毁灭性的力量的中间。然后，伫迄个温柔轻柔的声音中间，以利亚去感受到上帝对伊讲的话。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明白一点，先知以赛亚捌对咱讲过，伊讲受伤的芦苇伊无压止，要花的灯火伊无吹熄。上帝是一个温柔引带背逆伊的人的一个上帝，所以上帝是伫即个静静中间咧掌权的上帝。另外，这段经文也有可能咧表达，当咱内心充满真起关的即个心情的时阵，咱无法度听见上帝的声。只有咱静落来，咱才会当感受到上帝甲咱三甲地带。咱知影，以利亚去到山顶吼，上帝问伊话的时阵，伊拢咧埋怨，对无？伊拢咧对上帝讲：啊，主啊，你毋知影所有的你的百姓拢背离开你吼。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伊拢咧埋怨。一个大声咧埋怨的人，听袂见上帝的声啦；一个大声咧啼哭、咧怀疑的人，伊无法度听见上帝的声。只有当咱静落来，咱才会当发觉到啊，原来上帝伫咱的身躯边咧帮助咱。亲爱的姊妹，其实伫咱服侍过程中间，有可能咱会发现到上帝较像无去。无愿意听咱祈祷，但事实上，检测是大风，检测是地动，检测是火，这困难，互咱袂去听上帝的声音。咱一直伫迄个痛苦的经验中间去超出上帝，但是上帝爱咱安静咱的心，就会当听起伊奇妙而且温柔的声。咱接下来看上帝安怎帮助以利亚。上帝对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以利亚拄着困境的时阵，上帝问伊两遍，拢是同款的一个问题：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为什么上帝问以利亚这个问题？咱来注意，伫经文中间，上帝问两遍，但是以利亚的回答拢文不对题啦，伊拢无照迄个题目回答，因为伊根本无将上帝的问题想清楚。伊一直咧埋怨嘛，伊对上帝讲：我一直专心听你，但是所有以色列百姓拢背离你甲因立的约，拆毁你的这段，佮杀死所有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因佮要杀我。所以伊一直拢咧埋怨。但是咱看见着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咧带领以利亚。伊问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亲像咱前几工、这几礼拜有读到所分享的经文中间，耶稣嘛问彼得讲：彼得，你听我看赢遮的嘛？彼得嘛是背离耶稣基督予伊的使命，当伊掠去。耶稣用温柔的声，去将伊带到上帝恩典中间。伫遮，上帝嘛问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意思来讲，你无应该伫遮嘛？你无应该伫即个山顶，伫遐家己人民家己伫遐埋怨。你应该去倒来上帝身躯边，享受上帝予伊的恩典。亲爱的兄弟姊妹，
伫人生的路程中间，上帝嘛会伫特定的时间问咱：你伫遮创啥物？伫遮的遮吼，可能毋是指地点哦，可能是你的状况。如果你若意识到上帝安尼问你的时阵，你要安怎回应？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差不多大多数的代志吼，拢是不如意的。人讲有一句俗语讲，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安怎？10常8九嘛，10项代志有8项9项不如意嘛。咱面对着即款不如意的代志，袂当照咱心愿的代志的时阵，你要安尼去面对？你心内的状况，会当影响你做的决定，会当影响你的未来。我有一个经验，当我伫迄个瑞士咧进修的时阵，有一个较长的假期，所以我就安排一个旅行。我想讲先伫瑞士的所在东部小可佚佗一下，然后较坐火车去德国拜访一对我伫大学的团契明白的即个同学因结婚了后去到德国的所在去读册我想讲伫德国佚佗一天了才坐迄个马车11点外出发的马车伊坐到法国的巴黎，会当差不多坐6点外钟透早6点会当到巴黎伫遐佚佗一天。伫坐这马车的过程中间，因为我较慢订票，所以无迄个卧铺，无迄个倒咧会当困的迄个车厢我是坐迄个一种车厢，咱伫电影可能捌看过，一个车厢入去了有2排椅对面的一边会当坐3个人我就去坐我一入去了，车厢拢无人我想讲。感谢上帝今日我家己一人享受即个包厢，但是我常常讲，时间还袂够，2百1礼拜我都祈祷上帝讲，拜托你安排一个较好先、较好的安尼会当我即规程旅程中间会当较安全的。无想到过无偌久入来一个哇，迄高墙大汉头毛留啊真长查甫人头毛留啊真长耳孔佫转过来空佫身躯佫有小可赤色刺青的摕一个足大支的吉他入来，然后伊就将迄个吉他放伫迄行李架顶面就坐落来就向我开始讲话伊头去甲我讲德语，我就无爱插伊我想讲即个我今日爱6、7点钟爱甲伊做伙实在是有那是算得真衰啦我就无爱插伊叫伊到尾伊看我无德语袂晓，伊甲我讲英语伊拢我问一句话甲上帝咧问伊遐相共，讲你伫遮创啥物我讲我来旅行啦，我咧旅行。伊讲我看你毋是咧旅行，你是咧坐车。伊讲即句话我心肝较插一个我认为我是来旅行的，但是伊看我拢无要插伊无要应伊伊讲我是伫遐咧坐车，但是讲我是坐一个交通工具，将我对即个所在刷去另外一个所在。但是旅行是安怎？伫即个过程中间，拢爱享受你所拄着的每一件代志。所以伊即句话刺插伫我的心，我心都拍开，我就开始听伊讲。伊真好讲，伊讲伊是一个迄个街头艺人伊要去法国巴黎的所在表演，然后趁我钱，计要去西班牙的所在，讲伊有一大堆理想甲计划讲的讲到差不多2点伊讲伊忝伊要困，结果过3秒就困去我叫伊插一个所困无啥会去，但是我心中想讲透过伊分享的物件，我讲哇，真侪人真会当超出伊的人生计划互我伫这旅程中间佫加一寡财物，佫加一寡我今仔日佫加一寡迄个真水的回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会拄着一寡咱无法度按算的代志，可能是一寡你无爱伊发生的代志，不如意的代志。但是如果你若用种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去看的时阵，可能会带互你无共款，
甚至是丰富的记忆。检测咱拄着困难，但是今仔日上帝要对咱讲：你伫遮创啥物？你为什么即款的状况？上帝用即句话咧引带以利亚出来，行出伊的山洞。今日上帝嘛要用安尼来挑战咱的生命。咱看见着上帝安怎引带伊。伫即段经文中间，上帝互即个已经真野神的先知一个使命。伊讲：你对原路倒转去，去到大马色的旷野，然后入去城，过入哈设做叙利亚王，过入亚何做以色列王，过入以利沙接续你先知，接续你做先知。所以上帝互伊一个伊的使命，伊的命令。咱看见着上帝即一遍无供应以利亚水甲饼，因为水甲饼是满足伊肉体的需要。上帝即个时阵，互拄着困境的以利亚一贴良药，就是使命。使命互以利亚的人生完全转变，互伊对迄个黑暗的崩坑出来，行往上帝为伊备办迄条先知的道路。互伊原本咧找无人生的道路，即摆去找到一条真阔、真丰盛的道路。亲爱的兄弟姊妹，有时阵咱对上帝所求的只是水甲饼，咱对上帝求的就是主啊，你满足我肉体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但是如果你若愿意对上帝求，主啊，你互我使命，你互我责任，你互我负担，上帝会因为安尼，咱即款的祈求，互咱的人生去经历满满上帝大的恩典。咱看见着以利亚通过这个使命，成做以色列人纪念先知中间的代表。咱每一个人的活命是上帝所赏赐。如果咱会当对求水较饼超越过者去求上帝，互咱责任甲使命的时阵，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会变成做无共款。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互阮透过先知以利亚，伊所拄着的困境，去明白阮伫人生中间，的确也拄着真济不如意的事。但总是伫这个不如意的过程中间，主，阮知你甲阮三甲伫地，你永远无离开阮。你也要一步一步用你的疼痛引带阮进入你大的恩典、丰盛的恩典中间。主，阮恳求你，赏赐阮使命，互阮会当看见你伫阮生命中间的计划以及意向，用你的使命引带阮行入你所安排阮爱行的道路，互阮的生命因为安尼来丰盛起来。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最后所圣主的名，阿门。煞接咱要举行圣餐，即条请咱来吟圣诗215首，圣诗215首来共守圣餐，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替命传授我要护理。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教会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甲健身的兄弟姊妹，三甲来教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凡那归义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安尼讲：恁囡仔着无打重担，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伊安尼讲，咬喙打翕无记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咱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伫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阁来。亲爱的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虽然大声教义的模样，三甲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阮的信心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伫你稳定的帮衬下面，互阮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当咱摕着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咱的性命才得到圆满。当帮哈达。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请安尼来纪念伊，当心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你逐摆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我。是新约，是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所设立的。咱摕着这个杯时，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的圣子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洗清去咱所有的罪。
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俄罗感谢你的圣名，因为你大个奇妙的慈悲施落伫阮的身躯顶，永远阮会当看见救赎阮。为着阮来死，的耶稣基督所祝福的圣礼典，会当通过伊的身躯，甲伊的保护，因为安尼，阮谦卑恳求你，阮无过为着家己来活，会当为伊来活，因为伊为着阮来死，而且搁活。阮恳求你，互阮毋通袂记记阮的主。为着救赎阮的罪来受死的事，也用即碟句的经历去调伫阮的心，互阮会当不断成长伫信心中间，也对即个信显出种种好的行为来荣光主的名。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所接咱要用奉献来做继续咱的敬拜。
请咱起立，咱三甲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主，疼痛的上帝，你丰盛的主爱，永远抱着享受平安的意念。你亲像老母抱阮养起阮，亲像老爸疼痛国家是伊的儿女。你的恩典，互阮生活对教育、甲丰盛、甲福杯满溢。当阮遵照你的教示，将阮对你所领受的性命、财情、财富，甲生活中的好所行，奉献伫你的面前，回应主你的听。真侪芳芳的祭，恳求你甘纳，用出也真侪正人的祝福，广阔天国的境界。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即个我来报告。伫报告以前，咱感谢圣乐队伫赞美、甲奉献，以及詹主阮姊妹伫圣餐的时，用对心内真水的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小会公告，咱教会伫后礼拜日。第三场礼拜以后，要召开2017年的会员好会。为着互咱的顺利成会，请在席现有陪参会员教士会通踊跃出席。若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度来的，请教会办公室，也是小会议长，也是小会书记来请假。咱来看具体关怀所在就报第4页。本会会友黄婉珍姊妹婆婆、李桂姐妹，伫1月初10安休。伫今仔日下晡1点半，伫本会7楼的礼拜堂举行追思感恩礼拜，请兄弟关心带到愿上帝安慰遗嘱。本会会友赖桂美瓊姊妹伫1月24日安休主怀，定伫明仔載拜一早起8點伫台北市第2殯儀館景仰廳3樓的志美視廳舉行入殮告別禮拜，請兄弟關心帶到，願上帝安慰遺囑。本會會友張家德兄弟的太太張孫段姊妹伫1月28日安休，伫2月初5，也是明仔載上午8點伫第1殯儀館大劇廳舉行告別禮拜，請兄弟關心帶到，願上帝安慰遺囑。本會會友牛妹妹姐妹的媽媽張玉成姊妹伫1月22日安休主懷，定伫2月初10，這禮拜六下晡1點伫台北和平東路靈糧堂舉行追思禮拜，請兄弟關心帶到，願上帝安慰遺囑。本會會友蘭秀珍姊妹伫拜5暗時2月初2安休主懷，定伫2月12日後禮拜一頂晡10點半，伫第1殯儀館應念廳舉行日念禮拜。迄日下晡1點伫7樓禮拜堂舉行告別禮拜，請兄弟關心帶到，願上帝安慰遺囑。真濟過往的
长者拢90几岁吼。啊，咱伫说法要来2月15甲20即个春节的即个假期中间，咱教会值班的长老牧师是杨新照牧师吼，电话写伫遮吼，伫遮若有代志，咱会通联络杨牧师吼，伫遮恭祝大家新春蒙福。咱新春感恩礼拜嘛是初一的顶晡10点半，第3场的礼拜吼。咱教会旧年的讲道集拢总有甲集起来要合订吼，一本300箍，即个费用扣掉成本吼，咱要捐互咱的社会福利基金来做即个社会服务。即个传道的事工的内容哈，请大家会通即个郭医生干事来登记。咱以外牧区委员会即个总委委员会、牛埔庄讲义所的委员会以及圣乐委员会甲资讯传道的委员会、事业经营管理委员会才会消息，请咱大家来家己过目吼。咱即条咱继续来要吟上营的圣无歹势即条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才有一位单娇玲小姐。好，单娇玲小姐，欢迎，欢迎。毋知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着。欢迎咱的贵宾，等下当去甲贵宾席的所在，互咱爱望的同工做进一步的交代。吼，咱边仔的人会当来引带到贵宾席的所在。牧师补充报告到遮，多谢。咱来吟上营的圣诗510首，学乐天顶主宰，请咱起立，同心来学乐。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小温享受车欠。